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4月22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95篇，撒母耳上卷16章第1節到13節，彼得前書第5章第1節到第5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主的羊群。主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這是佇大筆的詩篇23篇所表達的。佇昨牧師佇文山教會無困講道中間提到着牧者已經有啊，以外更較重要的就是愛有羊群。主的羊群佇叨落？什麼人願意表明家己是主的羊呢？主的羊群最主要是愛跟隨、愛聽話、愛遵守，才會通得到保守。基督徒應該攏是互上主所印記的羊，有主的印記，是被割禮的同款。撒母耳上卷16章第1節到13節，上帝選立這個大筆做王。雖然是王，但是卻是上帝的羊羔。經文的記載安尼講着：大筆受選立做王。上主甲撒母耳講：我已經棄殺掃羅，無愛伊閣做以色列的王。你要為了我，為了伊憂傷偌久？你用油加角添好滿，準備出發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恆人亞西遐，我佇伊的囝中間已經揀一個要做王。撒母耳講：我哪通去？掃羅若聽到會害我。上主講：你帶一隻無的羊的牛去，講你是要去獻祭給上主。你就講亞西來，請亞西來負這個祭事。我要指示你應該愛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個人，你就推我甲伊抹油做王。撒母耳照着上主的話去做，去到佇伯利恆城內的長老攏皮喘出來迎接伊。你敢是帶平安來？伊講是帶平安來。我來是要來獻祭給上主。恁着潔淨家己，甲我做伙來負祭事。撒母耳就甲亞西甲伊的囝潔淨，然後請因參加祭事。因來的時，撒母耳看到以利亞，心內就想講：徛佇上主面頭前，這個一定是伊所選立的人。毋過上主甲撒母耳講：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漢，我揀的毋是這個。上主在看，無親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內心。後來亞西叫亞比拿達對撒母耳的面前行過，撒母耳講：上主嘛無揀這個。亞西閣叫撒瑪經過，撒母耳講：上主嘛無揀這個。亞西閣互伊7個囝攏對撒母耳的面前行過，撒母耳甲亞西講：上主攏無揀因。撒母耳就甲亞西講：你的囝敢攏佇遮？伊應講：還閣有一個煞尾仔囝，伊即陣在飼羊。撒母耳甲亞西講：你找人去叫伊來，伊要袂來，咱無要坐倒。亞西派人去叫伊來，伊紅膏赤齒，目睭有神，生對煙頭。上主講：這個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佇大筆遐的兄哥的面頭前，用角內的油甲伊抹。對迄日起，
上主的神完全支配着大笔，撒母耳就出发倒转去拿嘛。上帝差派撒母耳去选立高抹一个继任的人选，这个过程互咱明白上帝竞选仆人的标准甲原则。伊无看外表，无看气力，乃是看内心。这毋就是咱伫教会内底咧选同工应该遵守的原则吗？主的羊群是爱会通遵照着各样的人的规范，愿意甘心乐意的军队。彼得也是安尼来看免初代教会基督徒甲这的领袖。基督徒不但爱诚做好的羊群，也受呼召的，更较需要诚做一个甘心乐意侍奉军队上帝旨意的好仆人，来看顾上帝交代伫咱手中的羊群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彼得安尼讲：眷顾上帝的羊群。我做长老，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有份伫伊特别显现的荣光。我甲恁中间平平伫做长老的人苦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眷顾，毋是勉强，乃是照上帝旨意，甘心乐意。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用因的模样，安尼来做因的模样。安尼来讲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荣光的花冠。相款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。恁大家着谦卑相对待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对着遐会骄傲的人，施恩互谦卑的人。最近伫民册中间有一位伫咧做媒体的同工，谈论着一寡年轻的牧者服侍的心态。事实上，不只是年轻的牧者啦，吼。有人期待家己是一个很亲像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或者是执行长，但是基本上，牧师认为这个本质是完全无同款的。这个目的也无同款，也亲像彼得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所看面的。咱所爱看重的是上帝的呼召，是主的旨意。诗篇95篇，俄勒的歌。来啊，咱着唱歌俄勒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用感谢来到伫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。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，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峰嘛伫伊的手内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伫伊。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来啊，咱来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主民。今仔日，恁应该着听伊的话，恁毋通疑心，亲像伫米利巴的时，亲像伫旷野玛撒迄一日。迄时，恁的祖先考验我，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，犹顾试探我。40年久，我讨厌迄世代的人。我讲，因是心神无定的子民，因毋捌我的道路，所以我伫受气中立誓，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的土地安息。
感谢主，你呼叫阮选入阮做你的仆人，来管顾你的羊群。感谢主，透过彼得的提醒，阮着爱甘心乐意，着爱遵行主的旨意，会来服侍，来军队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